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朝什么新闻重点。投票前5天，高端疫苗合约的争议搁传烧，立法院今仔调研协商决定，明仔载要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来报告。台中有民众伫一间连锁的火锅店点豆皮，竟然看到假纸，台中的食安处去现场稽查，要求业者就爱改善。电动奥多拜高速路的车主反映讲，电池会熊熊断电造成事故，交通部要求业者19之前提出改善的计划。前2天拜六礼拜是选举之前最后的休困日，昨暗3党拢伫高雄造势，今仔3个总统候选人嘛搁留伫南部扫街拜票。关问题是批评讲，国民党搁继续的操作弃保，嘛讲民进党指控伊独立金华城是选举无步啊。赖清德甲侯友宜是互相指控讲，因长期拢无重视南部的发展。车队出发之前，郭文德的手拢无停过，无用替支持者签名。那白日前一暗拢伫咧高雄造势，初八早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留伫高雄，用车队伫大社和南仔坑拜票。面对着侯友宜等人提出联合内阁顶操作弃保，郭文德批评国民党选甲无步啊。国民党我讲他也选到一波部落，一下纯就操作弃保。其实我非常清楚，你知道如果把这个选举搭回这个选举的主轴是统独对抗的这种两极对抗，不用选我都知道结果批评国民党也回应民进党指控伊独立金华城，郭文德不凡表示有证据就去告。原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对台南上南边的屏东出发，批评国民党政府长期重北轻南，而且提出均衡国家建设计划，和城市均衡发展。我有提出了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我希望每一个城市都能够均衡发展，共同往前走一步，远比任何一个城市往前走100步要来的重要。对南部出发的赖清德，会和新北出发的副手萧美琴南北串联进行全台湾车队拜票，也若对手国民党侯友宜有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来到红党主席赖清德大本也会台南拜票，批评台南光电路地铺顶备案，质疑赖清德敢有要查？你到底有要查？我定来讲，民进党暗砍才会避案的一寡，唔敢查，所以赖清德伫台南市。232天无爱入去议会，有够阿爸。批评民进党辜负南部人侯友宜呼吁选民爱觉醒，而且搁再表示会组成联合内阁。选前1礼拜，哪力白拢选择对南部出发，下晡搁伫咧台南拼场，3阵也拢展现无要退让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搁剩5天就要投票，目前伫个休困的立法院今仔早起是进行调研协商，国民党、民众党佮时代力量3个在野的党团要求针对高端的争议召开临时会，最后调研嘛有共识，明仔载行政院长陈建仁会带相关部会首长列席临时会来提出专案报告，接受质询。大选进前5天，本来正伫咧休会立法院用国民党团的提案，要举行调研协商。因为因要求召开立法院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针对高端疫苗合约公开问题进行专栏报告。这个合约到底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这第一点。第二点，有没有图利特定厂商？第三点，这个疫苗有没有符合国际标准？
调查党团会谈1点钟了达成共识，将会伫咧初九规工开临时会。除了陈建仁专栏报告，相关部会首长也拢会列席备询。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强调，执政党愿意直球对决，因为对高端的争议，立法院请国会专栏报告过3遍，再加上委员会报告加调查小组的处理，已经开过20几场会议。批评蓝营是因为选情着急，才会进行政治操作。审计部的审查报告也做出来了，有63个是立言提告都起诉。为公众请求技巧嘛，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在疫情的期间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护航，甚至引发国产疫苗后续的争议。我想这个是国人非常不能接受的。民众党团也个时代力量党团表示，临时会内面希望会当讲清楚高端 EUA 申请估计会上顶进行。这次的例会依照政党席次比例，由民进党团派11个人，国民党团7个人。民众党团甲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拢派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有13个日头花反服务的运动者，因开记者会，因讲因唔若反互相，嘛反对两岸服务协议，还是会务协议。那也嘛批评讲，当初民进党主张讲要建立监督条例机制，也毋过相关的草案到达阁还未立法。坚持太阳花精神，反对重启服贸货贸。反对重启服贸货贸。2014年，因为两岸服务协议争议而产生的太阳花学运，发起人甲参加的人再去开记者会，批评若被总统候选人中间服务谈判论点，甚至有当年太阳花是反互相，毋是反服务的恶意扭曲，重新因反对中期服务加会务的立场。不只是反黑箱，也反的是服贸。太阳花运动的这个精神，一开始其实就在于反对两岸经济的一体化。那我们要维护台湾经济的自主性跟我们的政治自主。不管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黑色的箱子装起来，还是一个透明的箱子装起来，我们都反对。如果一杯毒药，你不会因为它是黑色的杯子装，喝了就会死；玻璃杯子装，喝了就不会死。太阳花反服务运动发起者呼吁国人爱团结对话。拒绝中国的经济协调甲分化，若无将会失去台湾民主自由甲主体性。但是南洋批评太阳花学运期间，民进党主张应该建立监督条例机制，法制化审议两岸条例，无应该对相关草案到即马拢无动作。太阳花团体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对民进党啊就是这样宠着他们？如果民进党当时所承诺的，就是要制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一动都不动。现实上是因为中国坚持那个所有谈判的政治前提，让所有的协议都是政治谈判。好，那也因此暂时没有推动这个非政治性谈判的监督条例的必要。罗中强强调，太阳花运动所倡议的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政治性谈判规范，已经伫咧2019年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条之3的立法。也不因为中国无愿意取消，更加伫咧经济性、事务性协商的政治前提，才会造成所来的谈判无法度进行，因此暂时无立法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民众顶礼拜5去一间连锁火锅店点豆皮，竟然有加抓。台中市政府的食安处在初7嘛去现场稽查，有要求讲业者都要限期改善，无得依照食安法来处罚。装豆皮盒仔内底有几若只加抓，而且阁是我的。餐厅的人客是带一条紧甲翕落来，批评讲实在含糊。应该就是不止一只啊，照片就可以看到不止一只。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样，反正拿下来就很多虫这样。有民众这个月初5去台中海线一间连锁火锅店食物件，另外有点一盘豆皮，不过服务人员甲菜放上倒了后，有民众发现盒仔内底有几若只加抓，嘛有其他的人伫网络留话，讲进前来这食物件，也捌看到炭边缘，怀疑讲这卫生有问题。厂家嘛，就卫生可能就要重新做处理消毒啊。台中市食安处初7去这间火锅店稽查，确实有发现真侪欠点，有开限期改善的通知书，要求赶紧来改正。现场稽查结果仍然发现有病媒的痕迹，另外自助式的吧台与餐具不洁，厨余桶未加盖等缺失，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
业者发出声明，讲代志发生的是有警觉实在换掉，嘛有甲民众会失礼。业者讲，可能是因为店内后场毋是独立的空间，管道是和别人共计使用，才会互拖病源走入来。所落来要加强管理甲消毒。台中市食安处表示，若准复杂无符合规定，就会照违反食安法，甲罚6万到2亿。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即马真侪演唱会票是真歹抢，所以袂少人伫网络买票，结果是哄骗。刑事局嘛掠到有嫌犯是芯片被害人汇钱，佮要求被害人提供口罩，毋免用卡片就当领钱的功能，互车手会当去领钱。后来因为这民众无摕到演唱会门票去报案，发现讲因的口罩嘛变成红冻结，变成是诈骗的口罩，所以嘛发现讲家己是哄骗咯。歌手办演唱会门票确实真歹买，刑事局发现有诈骗集团掠到民众惊买无门票心理，第二面册社群卖门票，而且透过第三方诈骗手法骗到受害者的钱。犯嫌会用话术，比如说他什么身边没有账户了，或者是他今天账户汇款次序够多了，然后就以话术骗取被害人 A 的账户。23岁姓区的主嫌先伫网络顶头找到要买的人，要求 A 组被害人汇款到指定口罩了后，再用话甲拐提供伊名下金融口罩，而且拍开免卡片领钱的功能，才互其他想要买票的被害人甲钱汇到 A 口罩。由嫌犯的小妹去做共犯，免卡片甲钱领出来了后，被害人因为无收到门票去报警察，才害 A 组被害人的口罩封锁起来，利用第三方的手法来闪过警方追查。初步清查被害人有14个以上，那被害金额新台币5万多。寻后，依诈欺罪嫌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由法院裁定羁押邱姓主嫌。这场是今年9月伫高雄演唱会大概14名被害人小连续逼出来，哄骗的金额大概5万元。警方12月底伫花莲掠到姓区的2姊妹仔，也依照涉嫌犯刑罚诈欺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姓区主嫌法院裁定羁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北宜公路新北市到宜兰有真侪人爱骑奥多拜往来。警方最近3个月伫这路段掠到超过400件奥多拜违规改装。昨早起8点外，佮发现有4台改过奥多拜，要甲伊临检验过，因煞走互警察了。这几台奥多拜赶正紧，看到头前有警察，赶紧动来，一人驶一边，赶紧走。为着要闪避警察，有几多台奥多拜伫咧大路顶、大口湾、国外过中线，警察为这个出入口也是对两边倒走。见事部改装机车见警车后急停路旁，眼神慌张，疑似伺机躲避拦截。未料远警上前拦查时，该4名驾驶人即四处逃散。伫初7早起8点外，几多个骑奥多拜人看到警察了想要走，警察伫咧后壁立，要警方砸掉一台。这台奥多拜改装引领，佮无装照后镜，开2张红单互伊，相关罚超过1万块。另外3台走去的也依照不法稽查甲伊开单。这样就有赶快去管啊，要赶就不要怕啊。等到代志发生的现场是伫咧北宜公路，虽然一寡骑奥多拜人正伫咧遮批车，不过违规改装，互人查到的，伫最近3个月就超过400件。飙车声就像这个雷鸣一样，整个有时候早上都睡不得安宁呐。听到救护车，我们大概就知道前面又发生车祸了啦。我觉得那个区间测速根本就没有用的啦，大家都很聪明啊，他在起点他照样飙啊。他飙到终点，他就停在那边，他抽个烟在那边等时间啊。除了改车个人涉及到违规，在地居民讲，一寡奥多拜声音正大声，引领瀑布叫，因暗时拢袂困的。新北市环保局回应讲，将会依照噪音管制法来办理，相关会当罚3600。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海尾的调洪宫最近的造节，昨半暝佮闹咧放烟火，有民众抗议。台南市环保局嘛开出3张的罚单。庙方出面是回失的，嘛强调讲因会来改善。天顶放烟火，毋若全烟，声音嘛真大。毋过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半暝啊，附近的民众拢感觉真臭耳，无法度接受。都到10点、11点，你放炮是无所谓的。可是放到半夜就有点扯了，哎呀，都老人亲近，还有小孩，那很容易被，就是那个鞭炮才会被惊吓到。
台南海尾调防宫初5开始举办5条基安清照活动，庙方虽然有安排清洁人员打扫，嘛有要求供庙要控制声音，不过新桥入庙时有放烟火制造噪音，这3天就予环保局开3场罚单。因晚上逾10点过后，仍有使用扩音设施及燃放鞭炮烟火，环保局分别于5号、6号及7号，以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及本局公告规定予以告发。最高可分别处3万元罚款。已经有缩短了，之前如果在10点前的话，我们大概预计大概是要放到5分钟至10分钟啊。现在就是到10点之前没有办法入庙，所以说我们把那些烟火已经减短到大概2分钟左右。台南市环保局联合稽查小组表示，拢总有接到78件检举，大部分拢是妨害安宁。按照活动举办进程，环保局嘛有甲庙方宣导要遵守宗教政策，因为地方的宗教活动放烟火造成民众困扰，庙方有会实的，嘛希望民众会当体谅。相关的批评甲处分，庙方拢会甘愿接受，嘛答应讲后一回会改进。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孟加拉的东南部有一个8000多人的罗兴亚难民营，当地时间初7日透早火烧，规个难民营拢烧了了。目前官方还未公布死伤的统计。初7大火迄天是孟加拉选举投票的日子，伫选前嘛发生10多件放火案件。现场看起规片拢是大火伫咧烧，虽然有民众斗相共游水讲要拍火，但过火实在是太大了，无法度救。这是孟加拉东南部一座罗兴亚难民营，8000多位自缅甸走到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本来就无所在大四界流浪，怎么个拄到这场大火，打击更加大。当地时间初7透早3点突然间大火，官方统计差不多1000多间临时厝被烧掉，大火原因也唔知，也无伤亡的统计。虽然火伫3点钟后就被控制，不过规个难民营拢已经烧到乌草打起。大火即天拄好是孟加拉国民议会选举的日子，伫选前当地就已经发生至少18件放火案件。在野镇也批评总理哈西娜所领导的政党人民联盟党，镇下加逮捕抗议的民众。এই বর্তমান আমি ভোট দিব না, আমাদের ভোটের পরিবেশ নাই, আর এখানে বিরোধী দল নাই দেখে আমার প্রধানমন্ত্রী প্রার্থী নাই দেখে আমি এই সরকারে ভোট দিব না。官方表示，这边投票率差不多40成，根据当地票数统计，人民联盟党已经摕到过半席次，哈西娜应该会当做下伊第5个任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以下战争正3个月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搁再去中东访问，警告讲战争恐惊会搁传出去，对中东地区造成威胁。布林肯强调讲，绝对袂当让巴勒斯坦的人民封闭离开加沙。也毋过，伫过去24点钟，加沙又有122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哈马斯的高层就呼吁美国应该要检讨美国伫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以下战争已经拍3个月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边访问中东，连续访问9个所在，包括以色列、约旦甲卡达。这是自从10月初7以下开战以来，布林肯第4遍访问这个地区。伊强调，伫咧中东严重紧张的时刻，会全力防止冲突扩大。Palestinian civilians must be able to return home as soon as conditions allow. They cannot, they must not be pressed to leave Gaza. We reject the statements by some Israeli ministers and lawmakers calling for a resettlement of Palestinians outside of Gaza. These statements are irresponsible, they're inflammatory. 布林肯也讲，若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会互战争转移，会对国家大范围的中东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接受访问时阵讲，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绝对毋是政府的立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重申，会继续对哈马斯的战争，一直到实现所有的目标。不过，以色列的空袭继续造成死伤。加沙卫生部上新的统计，在过去24点钟久，至少有122人死亡，265人受伤，总共死亡人数已经到22835人。本土电视台有2位驻加沙的记者拄到空袭不幸死亡，也有1位记者又搁失去另外一个后生。
كنا نكمل معه فلا نستمر وبكم وكل شيء في حياتي بعد أن فقدت بعضا من أسرتي زوجتي وابني محمود هشام وآدم。根据之前机构救助儿童会统计，自开战以来，加沙平均每天拢有10个囡仔失去一条脚或者是双腿。另外，伫约旦河西岸检查站有一台想要冲落的白色的车，被以色列警察开枪，造成车内一个3岁查某囡仔被枪杀。哈马斯高级官员希望美国重新评估因伫这场战争扮演的角色。و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يقوم به الوزير بلينكن بزيارة للمنطقة فإننا ندعو الإد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إلى مراجعة شاملة وواقعية للسياس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امتدت على مدى شهور 3 خلال هذا العدوان。以色列军方是讲，已经瓦解哈马斯伫咧加沙北部的军事体系，所落来作战的重心将会转到加沙中部甲南部。以军估计战斗会继续1年。因那亲人犹原被劫持做做连接的以色列家属，是希望谈判会让有更加进一步的消息，互因的亲人会让被放大。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国安体系出现真严重的空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暗砍家己伫元旦破病住院治疗的代志，向总统拜登等国家高层各国会拢唔知影。奥斯汀伫初2甲工课交接互人搁伫国外休困的副部长希克斯，副部长嘛是伫初4才知影部长住院。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初2接到来自部长奥斯汀的任务交接，也毋过连伊拢毋知影部长的下落，一直到初4才知影奥斯汀因为这场手术并发症，住伫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随上就连总统拜登在内的白宫官员、国家大楼高层、国会长拢毋知影。奥斯汀发表简单的声明，伫确保大众得到适当自信这一点，我应该做得更加完善。我承诺会做得更加好，也毋过有一点也真重要，就是我的医疗疗程。我对我保庇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也毋过也是无讲到家己的病况甲病名。美国最近登回以下冲突妨害规矩、俄俄战术等国际安全局势无容置喙。国防部长为了当伊无法度履行职责，已经违反应该通报的规定。Our concern about the conflict or the crisis spreading to the wider region, but to date, I think we've done a really good job of preventing that from happening. 即马国家严厉积极的是，那美国民众为安全连国安高层、白宫拢保密。国家大楼新闻秘书罗德表示，奥斯汀是伫去年12月2日休假期间动手术，继续刚倒去，也毋过伫今年的元旦暗时开始出现激烈的痛痛，后来就互救护车送入病院，带离加护病房。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是伫罗德初5召开记者会前15分钟才知影。另外，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是伫初2接到通知，也毋过伊无伫指挥连来，所以布朗也无向拜登也是国会报告。指挥系统是到初5，也就是奥斯汀住院4天了才知影。那奥斯汀的参谋长梅格萨曼也因为破病无法度伫这进前就发出通知，所以引起更较侪基本感觉无其他人会当同步。人伫卡达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初7表示，伊毋知奥斯汀住院元旦进前迄个周末，两人也有讲话，也毋过对记者问到较实性的问题时，继续回答。那总统拜登根据白宫消息人士的讲法，拜登初6已经甲奥斯汀通话，佮表示伊对奥斯汀有完信任。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来看意大利有2个人哦，昨去爬阿尔卑斯山，却拄着蛇绑落来，这2个人拢不幸过往。搜救人员伫咧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巴瑞斯附近的范围，找到2位去爬山不幸死亡民众的尸体。这场死亡是发生伫咧初7中昼左右，所在是伫意大利西北部比利蒙地区，海拔差不多2200公尺的福马扎山谷。死亡的力量真大，一个人被冲到山脚的湖内面，另外一个河蛇逮掉的。Dalla valanga tra il lago del Toggia e San Giacomo si tratta di 2 ciaspolatori che erano in gita con il loro cane. Alcuni testimoni hanno visto il distacco della valanga e le persone che venivano travolte. 虽然风正透，搜救人员也是坐直升机赶到现场。最近出任务的搜救狗协助找到尸体。意大利媒体报道，2位遇难者分别是一位30岁妇女，甲一位50岁男性，因是穿细鞋用行入去山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过来消息来看，退休的警官刘嘉欣去年去中国访问，有各大班的官员接待。这个月初二，刘嘉欣防以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约谈，信后是请回。也毋过，刘嘉欣认为这损害到伊的名声，毛国民党的立委出面来消停。万言按好心，万言唔爱欠。因客户化口号表达不满，退休警官刘嘉欣去年10月以中国方面用招商客家乡亲的名义，到梅州等地参访巡军。在这个期间，有各大班的官员出面接待，也毋过倒来了1月初2和检调依照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约谈。在询问的时阵，也讲到伊伫咧军组内面有传两岸要和平的文理。虽然信后请回，也毋过也是和刘嘉欣讲不满。我就觉得这无形中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是什么在牵引着。我说我从年轻当兵当警察做了35年，你给我这反渗透法，真的对我很大的伤害。我说这传出去，人家会认为我叛国一样。检警调，大家都是公务人员，我们不要为特定的政党在当他的打手。那也立委批评，这可能是司法界的选举。刘嘉欣是希望检调就要掌握到证据了才约谈，要重视人民的感受。也毋过，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界的选举的情形正严重，手法也正多，检调约谈只是要调查过程，无需要扩大解释。基本上，我相信检调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厘清。可是如果连厘清都觉得要出来抗议，那这不是心里有鬼是有什么？根据法务部的统计，一直到初8早起9点，反渗透法案件总共调查100件，206人。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中国介入选举的步数真侪种，检调发现，确实有接受接待的人，正明显表示讲有得到指示，将会支持特定的政党候选人，希望个人提高警觉，伫咧选前会积极调查，选后也会就法规无够的所在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暗时6点会举行头一届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台湾基进跟583联名台湾立党丁小党今仔早起做伙开记者会，因抗议政党的电视政见发表会时间是依照政党推派的不分区人数来决定。那立8三大党一党15分钟因这款小党上少只有4分钟尔，实在是无公平。伊嘛望讲中选会会当改善。小党长不大，大党变恶霸。初8暗时6点，中选会会举办史上第一摆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同一天，各无线电视台也会开始照轮，暗时9点到10点播送各政党的竞选宣传带。但是初83个小党伫中选会头前认情，批评中选会制度对小党来讲并无公平。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例如政见发表会以及电视广告时间的多寡，竟然与提名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与参选保证金成正比。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他们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整的去呈现他们的政见，很难求取曝光的小党，他只能够挑重点讲，就是让大党继续更大，越来越大，超级大，然后小党长不大。我们的国会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多元，因为小党要先撑过很多财务上的辛苦。因指出，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的发言长度是依照各党的不分区候选人人数，这造成大党有15分钟，但是小党上底只有4分钟。另外，放送竞选宣传带这部分，大党有10多分钟，小党上底却无够1分钟。有没有愿意先口头的表达你的意见跟想法？你们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研商。接下小党代表的陈情，中选会代表面对小党的提问，并无做出真侪回应，敢若讲会甲意见早登去讨论。小党代表指出，这摆选举已经无时间修改制度，希望后摆选举进程，中选会会当公平对待，让小党有发声的机会。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有杂志公布2024年亚洲青壮年价值观的调查，发现讲台湾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面对未来10档8成的人烦恼讲厝价上过悬，有6成是烦恼讲薪水上过低，也毋过大家拢对公共议题是真关心。
面对自控技术新的一年的开始，一份针对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甲新加坡18岁至45岁青壮年做的价值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台湾青壮年对未来10年内可能拄到的困难，有84.1%烦恼厝价伤悬，62.3%烦恼薪水伤低。拢比其他4个所在较侪。是政府也打房打了好几次，可是还是一个节节攀升的一个状况下。那在这个部分其实青年应该都非常的期待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在这个部分多点力气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调查嘛显示，一向香港是隆盛的中国少年人，也有生活节奏快速的香港，伫希望成功甲愿意冒险的积极度，拢比台湾、马来西亚甲新加坡较低。关键的分析认为讲，这甲政局的变化，也有中国面临房地产落车危机有关系。另外，台湾青年伫参与公共议题表现是上界积极的。台湾亚洲应该算名列前茅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嘛，所以民众还有社会氛围都很开放自由，所以大家关心投入公共事务或从事社会活动，当然也是比较容易。李建宏表示，劳动部每一年嘛有针对所有无分年龄的劳工做无安全感的调查，平均差不多有2成5至3成的劳工上烦恼去用死头路，有1成5至2成的劳工烦恼薪水偏低，无法度加薪水。记者综合报道。厝价悬、薪水低嘛影响到少年人结婚生囝意愿，也毋过少囝化是国安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来看三组的总统候选人，因伫这方面有啥政策？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资料，2023年前11个月，敢若12.4万的囡仔出世，有估今年的数字会阁创历来上低。但是会当安怎解决囝生少的问题呢？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拢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看法，其中大问题是讲，若选调要设立人口发展委员会来统筹对结婚到生囝和老人人口等等全面的政策。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牵涉甚广，这不是单一部会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行政院底下要设一个人口发展委员会，针对少子化、高龄化或者壮世代计划，要做一个统筹的处理。也若强调是要推动0至6岁国家斗阵市2.0方案，把0至3岁囡仔送托育的比率增加到36%，嘛要增加0至2岁托育费用补助等等，来改善学前的托育服务。我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上，扩大对社会的投资。第一个，我会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以及长照3.0，来减轻三明治家庭的负担。另外，校友期解决少囝化政策是要补助30至40岁女性冷冻卵子，含推动公立国小免费的课后照顾，5万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工作权。我会补助冻卵生育30到40岁，女性有2万元一次的冻卵补助，6到12岁国家来讲，所以我推动公立国小课后全面免费、人数倍增的课后照顾嘛。台湾自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驱动落来嘛，影响到各产业的人力和国家发展。但是囝生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加薪、厝价伤悬、工课场对幼囝无友善等等。未来执政者恐惊要爱全面性检讨这项解决。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过年前惠运上无闲，惠运工会今仔是去劳动部抗议，因讲因拢是领底薪，嘛无啥保障。因指控讲资方甲逐个月固定的奖金改做发现金，就是为了要规避劳检。劳动部是表示讲，若是查到有违法，就规定严格来处罚。为了要赶送货，而且违规停伫咧红线，搁再过一个月就是旧历过年，货运物流的配送量一直增加。但是台湾汽车货运及长途业的产业工会指出，运输业的司机无底薪的保障。也点名建行运通集团自去年底开始单方面改动薪水的项目，甲部分薪水改做以过年过节固定等名目才会发，造成实际的薪水纠水，所以有司机因此被迫离职。讲了一些有没有的，然后我也没答应他，他就直接要拿现金17000来打发我。我说我不要领，我正式跟他提出辞职，然后11月的薪水也没领。
工会讲，运输业申诉结果正复杂，和资方有违法的空间。工会也向通知劳动局申请调解，诉求之一就是明定出申诉结果。验过到即马已经超过49天，应该开会期间，才和通知政府转告讲，是因为货运商业同业工会无愿意来，因就向劳动部陈情，要求劳动部要依法让桃园市政府召开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不要自行限缩劳动法令的解释。接下来会在1个月内召开吗？好，这个时间哈，当然我们要尊重地方政府了哈。那应该也会依法尽快来安排。劳动部表示，面对这样劳资的争议，会督促通知政府赶紧召开协商会议。因那货运公司是不是随便改变薪水的名簿，影响劳工的实际的薪水？会请劳动部职员署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电动机车高速路有500外的车主，对去年的11月份开始反映讲，因为电池熊熊断电造成事故。高速路是表示讲会透过电池资费的补贴来补偿消费者。有立委要求讲，政府部门嘛应该爱负责。交通部是表示讲，已经要求业者这个月19之前爱提出电池调回改善计划。业者是表示讲目前计共是有8万外粒的电池可能有问题，嘛已经换掉1万外粒咯。电动机车是未来的趋势，不过最近不少电动机车高速路的车主煞拄到电池断电的危机，因为从去年11月份开始，累计到达已经有522个车主主动通报电池卡到一半会熊熊断电，或者是电池打正换好尔，要发动煞显示无电。车主呢，每次换电都像在赌博啦，赌上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的人身安全，是我们驾驶上的安全的疑虑。多架电动机车若骑到半路啊，熊熊断电，历史报道或者是去后壁的车弄掉的情形。立委甲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积极处理高速路电池的问题。目前业者推出电池资费补贴的措施来补偿车主，不过车主较要意的是电池电力的问题，才要互因骑车的时阵，清在咧烦恼电池的熊熊断电。交通部表示，业者回应讲，目前有2类电池，差不多有8万外粒，已经汰换1万外粒，要求业者爱伫这个月19之前提出调回改善的计划。他们评估有8万克的电池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些电池他们就自主的，就是会下架，不让它继续使用，然后要全面检视目前线上的新电池的一个状况。相当多的一些免责条款，当然就是让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是让业者几乎是已经到一个免责的程度哈，这当然是跟消保法的违反哈。那相关的个部分呢，我想政府机关都责无旁贷。交通部表示，目前除了高速路，其他亲像洪家庭、台宁、甲产业，只要有甲高速路合作开发的电动机车，嘛要做伙检查，避免佫发生类似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伫去年8月要求大型的超商、百货公司佮有大卖场，爱伫今年1月底进行完成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无的话2月初1开始就要处罚，大约是有4000个业者会受到影响。饼、糖仔、龙年造型欠钱的甜工，甲真古水吸一个就会倒的电火，这商品是白满满，还有各种主题福地嘛开始咧卖。业者上准申请的商机，推出各种的礼盒，向消费者来买。而且生效的时阵，内容会员的条码，还会当收集点数换礼物，是真受欢迎。不过，这大量会员的资料，若是无好好保护，恐惊会成做各自泄露的管道。我有收过这种很像诈骗的讯息，但就是我就会尽量不去点。资料库要外泄，其实是整个是不是人为或者是系统的疏失，跟银行也有签保护，可是很多资料也会从银行流出来。经济部去年8月要求大型的超商、超市、百货甲大卖店等等的业者，要在今年1月31之前完成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包括各自的收集、处理，甲利用内部的管理程序、资讯安全管理、甲人员管理，而且实施教育训练、甲事故的预防、通报、甲应变机制等等。为2月初1开始，若违规互查到，就要裁罚。估计差不多4000间大型综合零售业者会受到影响。
有在执行个资管理的公司，他们其实应该现在就有，那就是要依我们的规定再去符合，再去做调整。针对这点，人寿超商专家表示，2012年都用个人资料保护甲管理机制来确保强化资安风险的管理，嘛依次每2年更新严正的频率，来确保个资的保护。莱尔富嘛已经把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函送经济部核备在案。新光三越嘛，伫去年摕到国际运输资讯管理的标准，目前拢照 ISO 27001制定资讯安全政策，甲相关管理程序书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绿岛，伫去年的12月份，海面上有油污哦，透东北季风了后，嫌台东县、宜兰县、佮有嘉南市、新北市、佮有屏东县等5县市，嘛拢出现污染。地方怀疑讲是过境的船只偷排废油，也毋过还未找到凶手。海保署是强调讲，会来加强监控过境台湾海峡的船只，未来修法了后，上济会当罚3000万。去年12月，东县绿岛乡油湾湖海峡发现大石区甲海峡出现大批油污，环保局甲乡公所参海保署动员800多人用人力伫大石区清除，到顶个月26总算清除完，数量真可观。加起来总共有3965公斤。后续我们会再积极配合中央来办理后续的事情。不过，东北季风将漂流到绿岛的油污，佮随着洋流带到本岛北部宜兰、嘉南甲新北市海峡，造成污染扩大。为去年派出上清真处清除，新北市总算伫1月7日完成清除工作，拢总清出1600多公斤吸附油污的废弃物。即马受污染的县市，拢希望中央协助找出污染源。很多其实都是外籍渔船那他们入籍到我们的这个航线，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污染的排放上有可能的污染源来自海上船只，也毋过透过台湾4个位准备追踪系统，逐工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记，要追查油污是倒一只船排放的真困难。可能需要运用更较悬的科技追踪，才会当追查。海保署强调，会继续清查，一旦查出污染源，会以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处上关300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真凉冷，全台湾关会中心的库存嘛已经要有警报咯，平均只剩7天到4天。主要是因为天气上冷咯，有真侪心血管疾病病人开刀需要准备真侪火，所以嘛呼吁民众去关会救人。今仔是113年关会月的头一天，不过今日花莲关会站刷零清清，只有2位定期关会小办的民众。那关专会民众刷一个拢无，其中 B 型、A 型、AB 型上欠。像这种缺血期的话，对有需要的人就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然后紧急需要血，然后去血库来拿，却拿不到血。因为花莲人口的数不多，所以捐血的应该像血液都缺的蛮多的。血库架顶各种的血液存量平均只剩7天，也毋过花莲地区逐个月用血量大约伫3800提，合区病院平均逐工都爱用掉125包，有够测查就会求警报，到时阵才会当向台北关会中心调。每个月都有必须要有600到900中间的这个血是要跟台北那边来调来使用的。那一旦像最近呢，台北这边捐的那个量也不够，他们医院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在调血的那个困难度就会在提升。那台北关会中心的血液库存量也只剩47天，新竹台中4天，高雄47天，全国血液库存量拢偏低。那最近的状况就是，如果天气冷，那我们的捐入量可能就会减少。那再加上医院会在年节前用血量会比较高，冬天心血管疾病的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一般我们在农历前1个月，我们的用血量也会比较高。台湾血液基金会强调，虽然各地关会中心拢伫拜6、礼拜2加强关会活动，也毋过到设备全台平均血液库存量只有7.9天，目前也无法应付拄比年节期间10天的血液安全存量，呼吁民众必抢为关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调查指出，咱台湾民众食薰率提悬，109年大人的食薰率是1.3%，111年增加到1.4%。去年解薰资讯专线接到35000多通的电话，比前一档成长3成，其中女性增加4成。意思是表示讲，查某人大部分拢是因为心情歹才食薰，所以解薰的成功率是比查甫人较低。
做卖人工作真无闲，有一寡上班族会靠食薰来消脱压力。朋友有约啊，就是大家去饭店或者休息时候可以抽烟，然后减轻压力啊。好玩吧，年轻的时候好玩，嘿。这大抽几年？大概10几年。因过食薰有害健康，而且薰内面的尼古丁等致癌的物质会互人食掉火，造成恶性循环。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台湾人食薰的比例有继续增加。109年成年人食薰的比例是13.1%，到111年增加到14%。要注意的是，去年解薰资讯专线总共接过35000多通电话，比前一年成长3成，其中女性增加4成。医生讲，女性大部分拢是心理的因素食薰，相比较男性解薰成功的比例较低。女性这个族群，他们在抽烟的话，他们有情绪困扰的比较多，就是说心情会比较不好啊，然后会有忧郁啊或者焦虑这种问题会比较多。民间团体是担心，在这几年电子烟等新型烟品对青少年吸引力愈来愈增加，恐怕会增加青少年食烟的比例。你要什么香味，我化学提炼很快，你要什么香味我就给你，就是香味，而且高剂量的尼古丁在吸引、在诱惑、在让孩子成瘾。民间团体希望民众应该拒绝所有的烟品，也鼓励食烟食久的人爱戒烟。就国健署是强调，全台湾有要甲4成间2代戒烟合约医师机构，民众会当上网查看大的附近是毋是有院所或者是药局，拢会当提供戒烟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咱国学生是得到28块金牌、17块银牌、6块铜牌跟4个英语奖。参加国际各种科学奥林匹亚竞赛的来学生，嘛拢摕到金牌，是国际排名第一。教育部今仔早起举行颁奖典礼，总统蔡英文下晡嘛会亲身来鼓励这学生，佮指导教授。这条的咱国学生甲颁奖的教育部长官致意。去年因代表台湾参加由泰国主办的第20届国际各种科学奥林匹亚比赛。咱国6个代表参加比赛学生，甲54个国家甲地区，拢总304个参加比赛学生来竞争，全部拢摕到金牌，国际排名第一。个人表现的方面，目前已经读建国中学的颜子乔，还佫摕到总分上悬的奖项。对各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骄傲。也希望各位得到这样的荣誉，能够持续保持下去。自主学习、探索学习、体验学习，这对所有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教育部7月伫台师大举行2023年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竞赛颁奖典礼，包括国际各种科学、亚太数学等等9项竞赛。咱国代表的学生拢总摕到28块金牌、17块银牌、6块铜牌，还有4个英语奖。我想你们将来也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入到全球或国内外顶尖大学或者是研究室。那我期待各位在各个领域，将来在各个领域中能发光发热。教育部甲台师大是真拍拼咧培训学生，嘛肯定指导教授、高中指导老师甲助教等人辛苦的付出。希望参加比赛学生伫国际舞台会当继续好好发挥，为咱国来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台语大甲高雄在地剧团合作举办全台语的儿童戏剧营，有17岁囡仔来上课学台语，那么做伙来看因的成果发表。台电小朋友来扮作无界动物，来唱出这首台语歌谣18号。这小演员拢是袂使唱两队内底动物，因为2年到6年学生拢有。演戏过程中，因毋但爱学搬戏技巧，对一寡囡仔来讲，上困难的就是爱讲台语甲背台词。我是讲我是内底台语较好的，所以大部分是我去教遐个囡仔。会学3岁开始学台语，阿母因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的。即摆台语儿童戏剧营来评选17位囡仔，拢总上14节课。囡仔毋但爱学搬戏、撇步，佮有表情管理、讲台语等等技巧。剧团佮特别加入4个首的台语歌谣，囡仔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来表演。台电小演员伫演出过程中，佮会落台甲观众互动，互戏剧更加趣味。互囡仔
唔哪讲会使讲台语，啊，佮会使学到足侪迄个演戏的技巧安尼。用台语来演戏，嘛会使互囡仔佫更加侪来体会这个台语、这个文体的这个水。这个袂使像农场是改编绘本，8点钟的演出来加入台语的元素，让小朋友轻松学台语。公司台语台未来嘛会规划开更较侪儿童节目，让囡仔欢喜学台语。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的丽林国小，用台南的特色来甲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仔伫线顶交流。轨道顶摆出真侪好食面的模型，学生囡仔认真咧向美国犹他州的师生介绍咱台湾的料理。你要把它做的真的很像真的，然后要让那些线上的朋友们觉得，哦，台湾的东西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也想要来品尝，就对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台南市的立仁国小推动介绍在地好食面的特色课程。结合美术课制作的模型，予6年的学生练习讲英语，参全球各地学生伫咧线顶互相了解无同款的文化，视野就会变更大了。这样我们还胆识变得更大，而且就不会害怕跟那些外国人交流。阮进就含日本，嘛含俄罗斯，再是含美国，嘛含韩国，希望是咱的囡仔会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佮背景安尼，互囡仔越来具有国际观，互因认过学识愈来愈充分。学生囡仔拢真欢喜，会当熟悉到国外的朋友，嘛渐渐变甲有勇气来讲英语，介绍家乡。校长王全兴嘛表示，透过所谓国际交流，希望培养囡仔的国际观，嘛希望互因的世界愈开阔。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故事馆10月冬来已经培训400外的故事册创作者。今年有大人囡仔因做伙以流浪狗仔来创作故事册，咱做伙来看卖。甲囡仔帮助流浪狗仔经过画入绘本，今年7岁吴日新甲妈妈柯瑞武共同合作完成小乌甲阿兔绘本，甲协助流浪狗仔了后，刷来就面临死亡画出来，传达对狗仔的思念。他的情绪自然流动，还有所有的对话跟反应，是小朋友教会我如何面对死亡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一个意义。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小孩跟儿童的事情。阁有来走标这个绘本，嘛是8岁郑玉兴家己完成9成图文，甲妈妈共同完成的绘本。为着要推广社区绘本，云林故事馆为2008年开始培育素人创作绘本，目前已经超过400个素人创作者，甲140多本精彩绘本。有一些冲突啦，然后会放弃啊，这都是真的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谢谢。他也是有坚持下来跟我说，妈妈，我还是想要去参加。社区绘本的创作者年纪啊很轻，最年轻的才6、7岁哦，而且都是合作的党，就是母子党或者是母女党，还有2个同学一起来为花鼓的传承所做的。云林故事馆表示，这个新册会伫云林故事馆、利润故事馆展出，另外嘛会配合季节甲议题，带大家到故事现场走访，互更较侪人透过绘本熟悉云林社区。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伫加沙战争造成超过22000个巴勒斯坦民众死亡，有将近1/3是囡仔。有一个9岁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佮甲发生伫伊附近的代志讲出来，铺伫网络顶头。伊的频道有超过60万的民众，会当讲是加沙年纪上细的公民记者。为什么以色列炮灰？甲亲人为北加沙到甲南部尤干尼斯的拉马加姆斯，摕麦克访问四周围难民，生活拄到的困难甲挑战，只有9岁加姆斯，加沙记者的标准配备，红大架穿伫伊身躯，长度拢砍甲大腿，啊，毋过伊条理真分明，讲话也真清楚的表现。短短1礼拜，伫 Instagram 吸超过60万人订阅，因讲是加沙年会上市公民记者。بحب إني أكون صحفية وبحب مهنة الصحافة، بحب أشيل الكاميرا وأروح أصور فيها الناس، وبحب أوصل صورتي وصورة العالم كلها
للعالم اللي برا。其他地区共会囡仔过规律的学习生活，詹姆斯是去访问病院，南面营学校见证残酷的战争，无人道的世界。 رسالتي للعالم إنه يوقفوا الحرب عنا، بدناش قصف، كل ما نشرب من مكان بنلاقي خبط، إحنا بدنا مكان آمن، بدناش حرب، كل شوي بيحكوا حرب حرب حرب。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战事，已经造成超过22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将近1/3是囡仔。 另外，真侪有路无厝的难民，客地的生活条件真害的布棚市，欠水、欠食面，卫生条件也拢真歹。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这个毛仔小儿麻痹、毛仔甲直头皮者传染性疾病出现爆发的现象，特别是在真系感染这类疾病死亡的囡仔身上。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战火当中迎接自2014年新的一年。 在阿吉边啊，难民上大的聚集地拉法，所有人无用走出避难所，食物件、加啉的水。 عام 24 إنه أنا ما أموتش، لا في حمام ولا في أكل ولا في شرب، الطفولة راحت ولا في。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下晡半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 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